一群昆山科大视传系学生近期来到了台南知名烧烤店府城烧烤家进行图屋创作，而一般的店家不太可能借出门面让学生图屋。深入了解后，发现原来是因为烧烤家的老板蔡玉玲某次与昆山科大视传系老师潘义成聊到图屋的话题，决定支持学生艺术创作，将大门释出，让学生展现创意。我有一堂课程在教展示规划，然后我觉得就是可以带学生直接实做，我觉得是最好。然后刚好也跟老板就是聊到这件事情，然后老板也觉得很棒，也可以有这个合作，所以就刚好带着学生来做的。然后因为我们旁边是那个合法涂鸦区，所以我们就延伸这个涂鸦墙的部分，然后直接做到地面，加上结合学生的专长来做这件事。我觉得这些学生都富有创作力，所以想说，那我们就融合台南在地的一些文化，然后以这种背景。然后来做我们的蓝色，象征的世界和平，然后用各种颜色来代表台南200多种小吃融合在一起，这样子。烧烤家的菜色以炭烤海鲜闻名，所以学生特别将海鲜图案融入创作中，同时在色彩搭配的部分也相当用心。颜色配是红色，红色就像是可能餐饮比较让人，它色彩感觉会让人比较有食欲。然后蓝色底是因为他们主打海鲜比较厉害，所以用蓝色底去做整个打底。然后里面字体用不同的颜色让它去跳脱出来。台南的一些在地的海产或是去做创作，然后，遇到的困难的话，应该是就是手绘，因为它那个铁门上面会有那种很多凹槽，就是比较没办法画得那么平。老板蔡玉玲表示，开业17年首次与学校合作，因为紧邻的4维地下道，时常都能看到有人作画，也很感佩这些创作者。这次释出门面，让学生自由挥洒，期盼他们都能在艺术创作的路上继续前进。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